當香港人第一次行呢個明珠格力生活館啊，真係有啲被震驚到啊！呢個 AI 智能嘅空調啦，黑科技嘅淨水機啦，鮮花雪櫃，館裏邊咧各種嘅電器咧一應俱全，真係滿滿嘅體驗感啊！聽講格力咧喺香港啱啱就開咗間好大間嘅生活館喎，作為一個香港博主嘅我，梗係即刻要嚟睇下呢一個生活館到底裏邊有一啲乜嘢嘢啦！而家即刻入去睇下，哇嗱，呢一個就真係巴閉啦，帳篷空調啊！我覺得呢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就係咩？即係以前啊，我去旅行嘅時候，行下山嘅時候咧，咁好熱噶嘛，就會話：哎呀，可唔可以揾人帶個冷氣機嚟啊？咁樣啊！而家真係有嘅喎。如果係中意去露營嘅朋友，哇！呢個真係啱晒。要服務掃一掃，一開咧就直情咧見到啊董姐就喺呢一度啦。睇下佢電子說明書先，佢就話埋俾你聽裏邊係一啲點樣樣㗎。即係而家其實真係好方便，你唔驚啲嘢咧唔識用啊！即係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好細心咧、好貼心嘅服務，你一嘟一嘟你就知道點用啦，真係幾好啊！我又點個讚先。第一個嚟到呢一度咧，就係好似話佢哋個王牌嘅至尊櫃機啊！但係呢一個係啲咩咧？就係上面有啲風吹出嚟啊！我可以問一下，這個至尊櫃機是什麼來的呢？這個至尊櫃機，你看一下，我們的風是往上面吹啊，它和我們常規的一個櫃機不一樣的。我們常規櫃機是風直吹，經常出現說我們會吹到頭啊，吹到背部啊，那像我們這種就直接風是往上面吹，冷氣下沉，然後反過來我們看下面，下面開暖氣的時候，我的風是做一個逆向。這個設計很好啊！即係平時好多時咧一吹出嚟，成個打到塊面咧，唔係咁好啊！呢一個咧，佢哋咧都我覺得好人性化嘅設計啊！再嚟呢一度咧，好似就話佢哋有一個鮮花冰箱喎。為什麼這個叫鮮花冰箱呢？我們在裡面做了一個我們的技術處理。那這一部分是針對我們的水果、蔬菜以及我們的鮮花各方面的一個保鮮，做的一個新技術。其他冰箱不能這樣子的嗎？對，其他的冰箱它的脫水率會比較高。哦，明白。這個我們就是在保鮮這一塊做一個鎖鮮。而家真係整個雪櫃咧都要咁講究啊！你知下你呢個市場太捲啦。如果咧你唔係有一啲咧特別嘅獨門秘方嘅嘢，點樣喺個市場面同人哋一比高下咧？係咪先？你知啦，而家咧好多人都好注重自己嘅健康噶嘛，即係我哋啲水乾淨咧都係好重要嘅環節啊嘛。但係我屋企嗰個飲水機就係咧出水咧好慢嘅，呢台格力嘅淨水機就可以做到3秒速熱，隨時咧都有熱水飲啊。仲有呢個4合1嘅濾網，水質就更加健康啦。呢台係我哋嘅自製嘅離心機。咁離心機其實係做一啲乜嘢咧？商業用嘅，或者係公共建築用嘅。而家深圳地鐵用嘅就我哋呢台。哦，深圳用嘅地鐵都係用你哋嘅。冇錯。製冷機，舊年我哋全部同佢重新改造咗之後，一年慳咗1500萬嘅電費。哇！嗱，啱啱咧就行完呢一個明珠姐嘅格力生活體驗館啦，即係俾我自己嘅感覺咧，就覺得係對生活嘅好細緻啦。就一開頭入嚟嗰個至尊櫃機好大嚿嗰個咧，就係個吹風就唔好吹到人啦。到跟住咧就係個雪櫃啦，雪櫃係連嗰啲花啊擺喺度咧可以擺25日咧都唔會壞嘅。咁仲有一個，我覺得咧呢一個係好有創意性嘅，就係呢個帳篷空調啊！如果中意去露營嗰啲咧，真係啱晒。咁呢一間明珠生活體驗館咧，我覺得喺香港嚟講咧，真係一間非常之大嘅生活體驗館啊！咁你又會唔會嚟呢個生活體驗館度體驗一下咧？歡迎評論區話俾我聽。